讲到咱台湾的护照，伫真侪国家拢是免签证的。就这犯罪集团替11位游民办护照代保证，带因去到中国旅游结束了后呢，用1本5000块价买。国在遮的护照代保证卖到中国的人口贩仔遐，检方今仔日依照护照条例顶罪嫌，甲这13个人起诉。移民官上门发现大量的批，拆开一看，拢是护照代保证。嫌犯讲到嘴角全破，便讲是做正经的生意，也毋过执法单位调查，伊一边替客户合法办护照，搁一边找人头进行收购买卖。黄贤等人收购护照后，再将护照以高价贩售给人蛇集团，有偷渡客欲持用这些护照偷渡前往英国。伫台湾的不法组织曾经游民下手，用钱甲城伫台北车站绑架公园，找到11人交易，先带这群人去买衫仔出去佚佗，旅程结束了后，1本5000块来收买，将护照骗到手，转卖给中国金社集团。没有护照，都是办人头了。去开户口，然后给别人用。护照的好像很少啊。用了1年里面的1次2次。高级兑换人士倒卖咱国护照专案经过检方侦办测试终结，以护照条例顶罪嫌起诉13个人，其中收买护照的嫌犯，检方更加建请法院重当量刑。咱国护照好模样，毋是头一摆啊，目前乌市介绍，一本超过300万台票，安尼互小想沦为逃脱工具，都是看准这项优势。台湾的护照在国际上面是相当好用。你看我们的国家摊出来后，免签的国家将近100个，到世界是畅行无阻。根据亨利护照指数，今年上强护照排名，中华民国护照以141地免签，伫全球227个国家甲地区是第33名，胜过中国护照的60名。虽然免签国家侪，也毋过模样问题缀咧来。就连检方也讲，对台湾的国际形象甲旅行文件信用，会是一大冲击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